余曉彤、吳子韻以及幾位女藝人參加咗一個以赤腳步行為主題嘅籌款活動。余曉彤就話：雖然平時有跑步同跑山習慣，不過呢次赤腳行咗咁長時間，就完全失去距離同時間概念。本身仲能夠應付自如嘅 Heidi，當佢由西貢走出西沙嗰陣，嗰度充滿碎石嘅路面就令佢感受到無盡嘅痛楚啦。堅持行咗將近50公里嘅 Heidi，當佢見到喺接棒點守候多時嘅 Purple 吳子韻嗰陣，終於都可以鬆翻口氣啦。Heidi，你慢慢行啊！Heidi 咧會將個棒咧交俾阿 Purple 啦。不如由呢度交俾我咯。交唔到啊，好遠。佢翻去休息㗎啦。你交到呢度俾我得㗎啦。你不如翻去休息啦。我會啊，我會休息。你就喺呢度交到俾我啦，我哋你其實 Purple 早於7月已經為呢次籌款展開特訓，但面對沿途嘅眾多沙石 ，Purple 都有痛到叫苦連天。好在平坦路段再加上有人嘅打氣，令 Purple 可以暫時忘記辛苦啊！想約下山區嘅小朋友，佢哋真係每一日行10幾公里。Purple 去年以1963萬蚊購入咗大埔白石角一個超過過千尺嘅單位，唔聲，原來係圈中小富婆。不過 Purple 嘅生活非常貼地，平時除咗中意食大排檔之外，更加中意體驗生活添。